嗱，好多人咧因為價錢問題咧，即係唔敢買海景房啊。今日我哋介紹呢套咧，總價只需要98000，你就可以買到啦。我哋位置咧位於惠州富力灣嘅，我哋可以睇下呢片樹林區咧，佢係一片紅樹林嚟嘅，即係佢嘅作用咧可以淨化空氣啊，釋放負氧離子嘅，達到空氣非常清新。嗱，我哋呢度係我哋呢套房咧朝東南向嘅，可以睇到一片別墅區啊、山景啊、園林啊、啲海景啊，完全冇問題嘅。我哋位於呢邊就係黏新鎮啦，即係本地居民要有20-30萬人口嘅。咁醫療啊、配套啊，人哋住緊幾十年呢啲配套係完全冇問題啦。咁你去到一個陌生城市咧，唔知買咩樓盤，跟住本地人買嘅樓盤就一定冇錯嘅。我哋呢邊離高鐵站咧，只需要10分鐘路程。樓下如果你冇揸車，樓下巴士站你都可以搭到嘅。去到直達香港西九龍站，只需要1個鐘嘅車程啫。票價係100蚊嘅。我哋醫院配套咧，好多叔叔阿姨們咧，即係平時咧有時會腰身背痛啊，即係感冒咳嗽嗰啲啊，我哋去到我哋惠東第一人民醫院咧，車程只需要20分鐘，係一個3甲級醫院嚟嘅。嗱，我哋而家先嚟介紹下套屋先啦。我哋可以睇到呢個陽台咧係有7-8個方嘅，一般咁大嘅陽台係要去到70-80平方嗰啲房先有。咁我哋呢套46平方嘅房咧就有咁大嘅陽台啦。嗱，我哋都話啦，朝東南向，咁我哋早上咧可以擺張台啊，擺張茶几啊，喺度飲下茶啊，嘆下日出啊，係完全冇問題嘅。我哋入到呢邊咧，可以睇到我有客廳係非常大，呢邊擺2張1.5米嘅床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呢邊係我嘅做嘅一個衣櫃啦，你平時擺下衫啊嗰啲就係冇問題。你見到啲家私咧、啲台咧都係業主免費送俾你嘅。嗱，嚟到呢邊啦，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。咁海景咧，即係海邊咧，佢係禁文火嘅，所以只可以用到電啦。不過平時你叫人送啲煤氣罐上嚟使用咧，即係小區都係可以允許嘅。咁我哋過到嚟呢邊睇下我哋呢個乾濕分離嘅浴室啊！呢邊係個洗手台，呢邊係個馬桶啦。嗱，我哋浴室咧係可以入嚟睇下呢邊，即係我咁大隻啦，擺2-3個我係完全冇問題嘅，係都係非常闊落嘅。OK， 如果對呢套房咧有興趣嘅叔叔阿姨們、朋友們咧，而家特價總價只需要98000，你就可以買到啦。呢套房咧係滿2年嘅。如果你係廣東名下冇樓嘅話咧，你只需要交一個點嘅契稅就可以啦。嗱，98000你可以買到呢個風景、呢個海景，仲有交通、醫療，仲有居民配套，你都可以體驗得到嘅。如果近期準備退休或者想買嚟養老嘅叔叔阿姨們咧，真係呢套盤98000你就可以買到，總價98000喎。嗱，不過有啲叔叔阿姨們都會話，咁我過嚟一次唔方便喎。咁我哋都支持線上睇房嘅。如果有興趣嘅叔叔阿姨們，可以 WhatsApp 我視頻睇房。呢期視頻咧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仲有叔叔阿姨們咧，感覺想要其他啲筍盤或者戶型大啲嘅、靜海啲嘅，咁都可以評論私信我嘅。OK， 再見。